你也莫阁哭，成为到好客变成匪徒，这其中必有缘故，一定有人勾结匪徒。对，而且一定是熟悉啦，才会对着世界的环境遐尔熟悉。真可惜，当场无立啊半个证人，也若无，会当将伊问个清楚，踢破迄个人真面目。 师傅，莫非你是嫌疑世家有人勾结土匪？也毋过真可惜，无完全的证据。师傅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是伊。马彪，四号，对。师傅，大人，上火啊！怪师傅，我相信伊袂去勾结着土匪。不过根据阮的调查，伊的嫌疑上大咧。师傅，林贵啊，你还阁少下你毋捌代志啊？马彪过去是一个武林人物呢，伊会勾结绿林匪徒，也毋是以后有啥物人。伯父，你莫阁讲啊！人官府办案哦是有凭有据的啊。林师傅哦，伊若是清清白白的人哦，官府自然会予伊一个秉公处理啦。哦。师傅，林贵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，老夫绝对袂做遐代志。你要相信我。你讲啊，讲。林贵啊！ 是哦，你竟敢跟魏武林，你害我死大来！小兄弟，是大哥，伊是我的伯父，你袂晓无礼，严格师傅伊是冤枉的。我相信事是冤枉，但是这是嫌疑利益，并不是要让你来决定罪名。好，我这是来去探听清楚，看管太爷伊是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。过时。 接等去处理大才对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林贵啊，也无规矩来住喺厝的啦，啊。伯父，伫你的性命，我要踮在这间草厝，真是有我这个为人子的后事，要踮这甲我拿掉安尼小后生呢。对啊，下面我的性命记挂，你也是。 甲伯父倒转去，互我住在这，以尽孝子的心。是啦，大爷。 那安尼做甲要妥当心？嗨，当然是妥当。阮小弟在世时，林贵对所有的小目拢无清楚。比如讲，伊伫生理上大枉的啦，或
则是讲人欠的，伊欠人的，人规拢唔知影。是讲四大爷，啊若代志若成功了后，啊你是要安怎办这个？是啊，放心啦，我一角银都袂减。遮尔多的祭祖啊！这主，这个借条吼，拢总是伊世英在生的时阵吼，甲阮借钱的借条啊，竟然人快生去啊，无甲阮一个解决，免哪会用的啊？是啊，我这借条嘛是是，我这嘛就借条呢。对，今仔一定要解决，无解决袂用就对啦。阿英啊在生，做安尼欠人遮尔多的债务，阿勇的啊，紧甲我呢轻轻的算我到底欠人偌多。好啦，我这种是要甲算算。哦，你论这债务吼，就是讲咱世界所有的田园主题总卖吼，也无够害人哦。那呢，爱赶紧甲我叫林贵啊，转来解决。这各位啊，这是天灾人祸呢，人都已经死啊，你嘛爱同情伊看影无吼？事情愈想哦，才愈悔改，这种的债务啊，从何来？爹爹先前无交代，实在令人啊悔意。就在你要卖吵！林贵啊，恁老爸欠人遮尔多债务，你敢拢唔知影？我确实拢唔知。是啊，不过代志已经变成甲安尼啊，你要打算怎样？就请三伯公啊，你甲我洗了就好。这个原料甲这厝柜，拢已经是咱的啊，咱中国享受世人。对啦，老爷，我明仔载哦，就来去金仔店
摕这来去拍一寡金盘咧、金手指、金手环，哎呦，我都甲赶咧金死死哦！安尼毋才会像有钱人的夫人。对对，你看你爱要安怎装，做你甲我装，你安尼甲我金仔店，做你甲拍我金闪闪，我是要金花玲、金手指，啊！要是我吼，只要安尼有烧酒啊甲我传的，啊脚本啊甲我留的哦，啊我就好啊。嘿，烧酒你忘啉啦，伊若跋筊哦，你免小心。哇，这个钱若要照像你以前安尼跋，免3、2个月嘛，你跋甲空空。好，咱莫搬就好。诶，老的啊，即摆恁贵迄个小囝，你是要安怎拍算？但迄个小囝即马一无所有，住喺南山边，咱只要讲啊款一寡茶米互伊，伊就感恩不尽啊呢。好。爹，你要哪样安尼做？你安尼做未免太无良心。你讲啥物？爹亲，阮姐夫甲真妙，因相思，为何恁贵无所依？已经贪财，去歹伊迄个无大财产，较假死。小哥，你竟然敢对我讲这种话！爹你行为，是上天定，也大人加算是个天不容。你看吧，你个好查某囝，敢对我讲这种话，哼，反了！弟下，伊虽然毋是你的亲老爸，也算起来嘛你的后亲，啊你怎么可会用对伊讲这款话呢？家有做人是无良心，你莫怪女儿处处言。你甲我嫌弃？哎呀，你这个贱女啊！你哪通讲这款话？恁后姐今仔日会安尼死做，完全是拢为你好啊！咱兜若搁较有钱，将来嘛是全部拢你的。苗青，奴儿才无爱这种不义之财。你老死老鬼啊！小姐，你即摆搁哭嘛无路用啊，咱应该想一个办法才对啊。小姐，你讲我还阁有啥物办法通好想？要若安尼，四少爷伊敢毋是真可怜呢？甲讲，我用去将阮爹娘所做的一切，甲阮当遐讲受。阮家父，伊虽然讲我，不过伊嘛是我的老爸，曾经对我有拥有之恩。我袂用去将一切甲阮当遐讲。小姐，你终于甲咱做一点仔代志，来弥补老爷的过错，安尼毋才会当对得起良心。小姐，你讲我要安怎做？老爷真体气，爱恁两人配夫妻。如今恁贵比为妻，小姐何不去找伊？我去找伊，小姐，你是讲有？
小姐，你看这个办法好无？莫搁坐到遐啊啦！趁即马老爷甲夫人因拢已经困去啊，比你来去甲你传一粒仔细软的物件，遐咱即阵就来去南山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安哪会无看啦？东爷，哎，伫遮，少爷，少爷，啊你哪困在遮？秀珠，你看，啥来啊？阿妹，东爷。哎呦，哪规工安尼啦？阿妹，你哪会这么早就来遮咧？少爷，你看，人阮小姐连行李都拢款啦，伊是要来伺候你的呢。伺候我？阿伯敢无答应心？老爷伊毋知影啦，阮是偷走出来的。啊？恁偷走的？什么？丽霞离家出走？嘿啊！爸，你个死查某敢若鬼秀珠，我嘛无看。这死查某鬼啊！到底是会走倒去？死结啦，也无死结的啊！哎，夫人，什么代志？你有看到恁小姐无？小姐，无啊。无？哎呦，恁小姐惨拍无去啊啦！早暗。啊，夫人啊，我有看到吼，迄小姐早暗嘛摕一包袱啊，伫咧后尾门遐，掩面都鬼鬼祟祟啦。后尾门啊！啊，我想到啊，一定是走去南山边去找迄个小囝。阿妹，你别安尼死做的，你若安尼做，我对伯父是要安怎样交代？我看你也是倒转去。东爷，你莫搁讲啊，你也是转去好。东爷，我不玩了，转去。我不转去啊！我要点点事哦你，东爷，我安尼咧创啥？哎呦，死人搁看着着，安尼咧创啥哈？哈！阿娘金爸，你哪会这好胆啊？你也小心要诱拐阮查某囝离家出走。你是死囡仔，你敢要怪阮查某囝离家出走？死囡仔！阿爹，啊，这查某囝啊，闪啊！阿伯，小姐带转，拖转，我慢转去东爷。你这畜生，我如此逼你下流，你要斩着你死！我不要你做。哎呦，死囡仔，讲安尼啦，讲安尼无大无细啦哈！哎呦，你若这袂见笑，你无路用啦哈！若亲像你这款的骹潲哦，要我哦无面通啊，踮咧世间甲人做人，规气死会掉啦！若亲像你这款的骹潲哦，要我哦无面通啊，踮咧世间甲人做人，规气死会掉啦！就是安尼嘛，咱世界死，这代师兄哦，想袂到出你这种后代，哈！因财富高洁非道，来抢咱世界的财宝，而且将咱世界放下相处，哈！你今仔日你世界的变啊，假冒人亡，拢是你一手造成的啦，哈！你还有啥面目通记世界的乡亲？你还有啥面目通记你死去的爸母？哈！你是一败家子，败家子！败家子啦，是啊，败家子，是啊。我是败家子，我无错大，我回退就九泉的爸母，我无面记着亲祖，大家这讨厌我，我死好！敢若面小可遇着，或者有开始去创一个面通水来甲翕翕的看会精神的。你是有够家暴呢！啊，当这个人也毋是咱的亲，也毋是咱的戚，啊，你无代志甲拖转来要创啥？嘿，你这查某实在有影，救人一命值千金，这个俗语你毋知哦？紧去啦！安尼哦，翁咧讲，你著较听咧。啊，你即马是要叫我去对啦？去创面通水啦！安尼哦，好啦。啊，妈妈，我要吃，我不对啊。伊迄杂杂念是咧念啥啊？我要吃饭啦。是讲要食饭啦？哎呦，侥幸哦！啊，这个人哪咧困啊枵？嘿，拍算枵了去互搬落，毋知枵偌久啊？嘿啊先去煮饭，面通水面啦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去买船。哎，人啊，人啊！
佫会爬起来，无要紧。我无死。无啦，你伫咧溪坎遐跋落来，我拄好袂10岁位遐过，看到才甲你救转来啦。我无想要活，为啥你若无死？哎，人伫咧讲一只狗遐嘛要爱性命咧，一个人怎么无想要活？无你到底是受啥物委屈？啊，恁兜住伫倒，你又做啥物名？我叫做四灵鬼。安尼拜天拜地吼，咱就算结拜啦。安尼我毋着叫你大兄。我较老，当然，啊，我叫你小弟。拜兄。食饭。哇，今仔日阮这个韩漫某搁骹手紧哦，站起来，啊咱第个人啊遐。第个人，我介换贴。安尼啊，阿姐啊，当边客去，无啥物菜啦，随便啦。啊，便菜饭啊，啊。来去用简单。啊，这鱼啊，青青哦，硬配啊。哦，安尼食多啊，搁对。来，快来一杯。这鱼啊。煮啊少啦，啊人起来哪有几老大？我你哪会知？无歹势姐啊，你小等，我过来煮啦哈。脚手较紧嘞，歹势。要饭。哦，咱若你也诚济，互你食较饱，无咱先用菜。叫你去就紧去咱。好啦。小等，搁煮点物来啊？阿生啊！啥啦？你来一个啦！是安怎啦？哎呦！无，你小等下吼，你灶骹毋知咧创啥碗糕。小妹啊！三岁啦。哎呦，都无半滴米啊，要搁叫我用啥煮啦？啊，无米啊？我昨昏才订3斗转来。哪有法度？阮哪会知你去娶到这个什么小弟遐尼后只一顿？较细声啦，等下去用听着。啊，同样无米啊，要你去人招。哎呦，即嘛无斗无暗，是要去倒招啦？我唔敢。啊，无要安怎啦？啊，第一摆人客来咱兜大王食袂饱，啊，哪有屁哪有毒啊？要安怎啊？无米就是无米啊，哪有法度？你甲看卖，我毋是讲无煮呢，一寡菜啊煮甲空空，一寡茶嘛兄了啊，哪有法度啦？
物办法？哎呦，你这查某人，你做一个饭钱啊，你这是。哎呦呀，我老我倒啦！阿娘，我甲讲，做饭讲安尼唔成唔冤啦哈，唔成唔冤。无良心啊！我同意已经无好。他在讲我讲，你拢做得煮人卡了，煮人卡了，钱也袂搁着哈。哈，我不，这你定爱互你食饱才会，无食饱自己煮啦。我一定食饱，食饱。好，哎呦，食饱你先啊唔用这大约是在年底左右就可以完工咯。金花，你有欢喜无？那伊就袂欢喜。小哥啊，我甲你是公公婆婆的掌上明珠，咱若讲这西庄也要起一间哦，那你介意2间3间啊？公公婆婆是起互你大。咱这座西庄楼若是起好，你甲阮大哥，共阮嘛是会用搬入来住。哎哟，等阮这个做迄个新妇到，迄个福气哦，你唔敢信。遮甲阿娘拢伫这所在呢，你讲话你就较差不多了，还伤超过啊！啊，无是外超过，啊，无是哎呦超过咧。是啦，我后敢想要管你，我都从来没有人讲讲事过。我才看你这个金龟是要金到什么时阵？泡粉加多少？无啊，无声啊！你是咧创啥？点会啦，要出门啊咧。哎，家姐啊，啊，无会爱补。哈，你搁补货啊？对啊，钱摕来。哪有钱啦？早都无钱啊，要带生。无钱啊，你毋知呢？你遐有开？你嘛安尼想看卖咧？恁迄个结拜小弟4人贵吼，你看伊来咱兜来偌久啊？啊，你看伊一工饭大爱食偌济？像咱这个小生理人吼，生理若搁较好，也袂堪伊安尼推啦。这是啥？啊，当然是。等你叫人听着歹势，我无钱看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哪有法度？啊，都无钱啊！连即几工咧食的米吼，有哪去甲人借？今仔日剩食的，嘛毋知要有够啊无？阿姐啊，啊你功夫练好啊？这是运动一个滚滚如意。安尼哦，啊，等好食饭啊啦，食来食饭的时间到。我家己来，我家己来。大哥大嫂，恁是安怎咱袂吃咧？无啦，啊，阮都已经食好啊你。拄仔有食袂了，你说你食无要紧，哎，你尽量推啦。尽量食啊。哎，你豆豆阿姨啊！哎呦，我叫伊什么人咧？我那是阿水即嘛你来哦。哎呦，你哪会来啦？哎，袂请死咧，先生，你若先啊吼，甲我借迄斗米，早讲我今仔要还我啦，到即摆袂用啊，我厝的囡仔要我足可怜啊，你知影？哎呦，歹势啦，等下佫规工我才想办法还你啦。加2工啊！我加2工，我遐囡仔就5到岁翘去是无？啊，无法度，我唔管啦。哎呦，袂见袂笑啦，甲我借米，啊，搁迄个饭安尼煮安尼去食就对了。你安尼真残忍无你，真残忍无？怎样咧？怎样？无我讲互你听啦，讲我这性仔偌袂见笑，你知？无米吼，无加大价啦，搁想要捞人客啦，啊，讲甲我借米，啊，来煮饭来伫咧耗锅啦，看人会气啊袂气啦。什么来我无管恁这，我的厝的囡仔伫咧饿啦，哎呦，我看你来气，香啦！我都先你来看我，我袂气。
情深如君。我在往高飞安稳，为了残心老昏昏。王大哥夫妻虽然待我这么好，我袂用永远踮伫这个所在来连累。我应该爱离开伊，另外过来去找一条的生路。小弟啊，小弟啊，那3更半暝我来要去，是安怎？食袂饱哦？我暗时爱食点心，叫恁做下去煮。嘿啦，无要紧啦，我若过来去甲人借米吼，嘛会等下煮甲互你食甲饱哩。说。塘落花，大哥大嫂，伊无用归家太疲劳，多谢对我这么好，我袂拜别王大哥。有咯，小弟啊，你袂用咧走啦。大哥，你莫阁讲啦，原来继续落去也毋是办法，我也是找一个工作做。安尼嘛对啦。少年人爱找一个头路，安尼才有久长，将来嘛较有希望。吼，我对。对啦，阿姐啊，咱即嘛是家己啊，毋是别人看有影无？啊，你若要去吼，啊好啦，检查以后你若欠用啥物物件，你都毋通客气呢，做你转来找数也无要紧。多谢大嫂。定定阵我出门，多想几帮咱西装。不是毋是脚手软，想起恁规心头酸。准备的米我已经穿好啊。小子，将这米送去人送。林叔了，看以后还有欠什么物件，以后咱再送去互伊。好啦，小姐，啊你还佫有啥物话要吩咐无？你甲小龙讲，就讲我对伊的情。永远都袂变，我会永远等。要无，我即摆就来去吼。小主，千万唔通我若爹讲，我若了发现知影。我知影啦。就这些，我讲嘛。你做个好代志。对啊。是鸟主家母的，你，变成什么我气死？哎呀，丽霞，你是安怎？逐遍拢无爱听你阿爹的话啊！啊，甲你讲，你拢无伫咧听，偏偏甲咱要去甲迄个散鬼林贵啊来往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若佫互我知影讲你甲迄个小囝有来往，摕钱也是摕米去互伊，小心我脚骨也甲咬断。没事，别叫着呀啦。趁手的啊！你做么大家咧看人去西装楼，你为啥用要惹阿爹甲阿娘生气啊？看袂惯是恁咧小妹啦，哦，对面阿爹面头一个细细奶奶，敢会是互你钱的啦？我安怎？怪你都无路用的啦！我今仔日才有看无起啦。咱这要讲话哦，唔该听你以良心讲啦。阿爹甲阿娘对你敢袂歹就对，你要爱啥的人就啥物互你。呀，这落做啥？要食穿，拢有，你咧无满足什么意思啊？无满足就对。今仔日就是因两个老大人偏心，是安怎查某囝就有西装啦？我这做媳妇的都无，你讲。等
阮小妹伊是千金小姐呢，呀你咧？哎呦，你要爱西装楼创啥话啊？你讲的就较站杂的哈。我袂记得以前我有那千金小姐呢，无你是甲我当作外口野查某啥？无你讲了。华玲珑这个卖杂事，行遍小巷甲大街，手摇摇鼓哪叫卖，喂主顾客你着紧来买。我的货色上介济，纱辫、茶色、色裤、经鞋、头布、骹背、胭脂、水粉，逐项都真整齐啊，真整齐。绣线金葱加刀笑，全是上顶客。茶仔油，今仔日要大拍卖，针仔头插着上好体，特别打折大减价，买一送两，买三送四，了钱无问题啊，无问题。好啦，吵死人，念了遐尼多要创啥？查某囡仔赶我若无安尼念，你哪会知影人伫咧楼仔顶走来甲遮卡买？咱爱消费，家己种，今仔伙食真济。好啦，我要买有色的绣线。有色的呀，哇，这上介济，正港苏杭二手名贵的绣线，红的、青的、黄的、白金的、绿的、橘仔色的，逐项都有款，你爱倒一种，这绣落去到地成都一个就拍拍。安尼啦，无吼，你逐种色拢甲我包一寡。我甲你配啦吼。你头前遐哪会安尼？哇，遐济工人是咧起啥？你毋知影？迄是阮老爷伫咧替阮小姐起西装楼啊。西装楼，迄工人莫用真济呢吼。迄安尼还佫无够用嘞。那阮员外哦，伊佫准备讲要加请50个粗工。50个？嘿，来阮小弟哦，有头路啊！